好嘛，我要介紹自己，我叫嘅華弟，我今年49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小朋友，我已經在香港22年，我食飯食米餸食清乾淨 OK， 食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，照顧 BB。OK，我食佢米餸咁樣咯。OK，冇問題。姐姐，你有冇 tattoo？冇啊。冇。OK。你有冇病需要食藥？冇啊。冇。OK。你使唔使戴眼鏡？冇。冇。OK。你有幾高啊？高。143。高喎，143。係啊，143。哦，你有幾重啊73。？73 kg。係啊。OK。你識唔識講廣東話？識唔識講英文？英文唔識。唔識唔緊要。OK。你之前做過香港係咪？20年。22年。22年。OK。你食唔食豬肉？唔食。哦，可唔可以煮豬肉食豬肉，不過唔食豬肉咁樣咯。？OK，冇問題。你有冇敏感啊？食蝦蟹敏感有冇？皮膚敏感有冇？冇。OK。你之前喺香港做嘢有冇借錢？冇。冇借錢係咪？OK，好，唔該晒，OK 啦。